台中最南的中台湾电影中心哦，在2020年12月份完工，让国民众批评讲门拢关的，是饲蠓仔吗？实在是真浪费哦。台中市会嘛去视察，发现讲一寡硬体拢生鲜咯，楼梯哦佮生草啊。市政府是表示讲会赶紧来做整理。 白色的建筑物设计甲真有现代感，这是台中最南的中台湾电影中心。虽然建筑物已经完工，不过外口的围栅无拆掉，那像还搁咧施工，而且拢无开放，互民众感觉真无彩钱。 规划所有的花费在资源上的应用的话，其实应该再更妥善处理一点了，不然真的造成不必要浪费，这个是真的非常可惜了。台中市议会顶礼拜去中台湾电影中心考察，发现硬体因为上久无人用，已经开始咧生鲜，楼梯嘛有生草啊，甚至户外的草啊已经发芽比大人的小腿搁较悬。 有议员就烦恼讲，水南经贸园区有真侪项公共建设，毋是无完成，就是囥咧趴远，根本就拢是咧饲蠓啊。 市政府这个执行力真的要加强，否则整个水南经贸园区本来是这个台中发展的重中之重，现在却反而变成说延宕又延宕。露天广场属于户外开放空间，相关的绿地容易伴随天候转暖滋生杂草。新闻局会视现场的状态安排维护，今年的维护工作已排定于6月、9月进场。 市府表示，中台湾电影中心开17亿去打造，伫咧2020年12月完工，2021年6月已经完成验收。目前伫咧去年9月底已经做第2届招标，启动招商了后，按算伫2025年对外来开放。另外，同款旁远真侪档的马祖园区的基座，市府最近嘛甲空间整理出来，按算要对外来开放，互人租，一间要租4档，上紧6月就会伫网络公开。记者综合报道。